Hello，大家好，我係比特幣家伙。今日咧就想講一個迷思，好多人咧都講過嘅一個比喻，就係話比特幣係鬱金香泡沫。關於鬱金香泡沫嘅詳情咧，我就唔講啦，大家可以自己 search 啲紀錄片嚟睇啦。咁簡單嚟講咧，就係喺幾百年前咧，喺荷蘭咧就有班人咧迷上咗鬱金香，跟住咧就炒到好貴好貴咁樣。咁個泡沫爆破之後咧，就一文不值，好多人咧就輸到甩褲，荷蘭慘咁樣。咁首先想講下點解啲人會用鬱金香泡沫嚟比喻比特幣嘅咧？第一咧，可能係因為見到比特幣嗰個價格咧喺頭嗰幾年基本上係由零升到去2萬美元。又或者咧，早2年見到佢係由15000升到10萬美元咁樣。第二咧，可能係因為啲人覺得佢唔係一種實體嘅金錢，所以就覺得佢冇內在價值。咁我之前咧就有條片講內在價值嘅，大家可以睇返。第三咧就係個市場咧仲係充滿住好多炒價，大部分嘅人咧都只係當比特幣作為一種投資嘅工具或者投機嘅工具。咁啱啱聽完呢啲原因，好似好合理啊，係咪？咁跟住咧，我就試下拆解點解我覺得比特幣唔係鬱金香泡沫咧。首先咧，你用一種花去同一個金錢系統去做比較咧，其實係咪冇咩意思咧？不過 anyway 啦，即管試下去講下啦。咁首先咧，泡沫咧就成日都有㗎啦，只要有供求就有市場，自然咧就會有人去炒作。有人炒作嘅嘢咧，自然會有泡沫嘅成分。黃金啊、石油啊、粟米啊，呢啲市場都會有泡沫嘅。但係你會唔會叫呢啲嘢做鬱金香泡沫咧？咁所以鬱金香泡沫咧，其實佢嗰個底層邏輯咧，就係冇一個可持續性，導致咗佢爆破咗之後咧，其實係翻唔到身。我哋睇翻鬱金香泡沫嗰個歷史咧，其實只係得2-3年嘅貨仔。咁而比特幣咧，喺過往16年嚟嘅歷史咧，已經經歷過幾次嘅大跌。每次嘅大跌之後咧，都可以咧再屢創歷史新高嘅。咁當然啦，有啲人覺得佢會歸零嘅話，咁一日佢未歸零，你都可以 argue 佢會歸零，50年又好，100年又好，只要你唔尷尬。所以個重點其實係睇翻佢嘅本質咯。第二樣嘢想講嘅咧，就係稀缺性。鬱金香嗰個 supply 咧係可以無限嘅。當你個 demand 多嘅時候咧，你就會多咗人去種嗰啲鬱金香出嚟賣，嗰個價格咧就會跌翻。但係比特幣嘅 supply 係 inelastic 嘅，即係話佢係按住 schedule 咁樣流出市面，而且佢會封頂喺2100萬粒。咁所以就算比特幣嗰個 demand 幾高都好啦，都冇人可以喐到佢個 supply。唯一嘅方法就係要不斷提高嗰個價格，去令到啲人賣俾你。呢樣亦都係比特幣相對傳統嘅資產咧，其中一樣好特別嘅地方。因為大部分嘅嘢咧，當個 demand 高嘅時候咧，個 supply 自然會增加。就算黃金都好，當你個 demand 高嘅時候咧，金價升得好急嘅時候咧，自然咧就會多咗人咧去掘金。supply 就會增加翻，去滿足翻嗰個 demand。所以你明白比特幣嘅稀缺性嘅時候咧，就會知道呢樣嘢嘅 potential 咧係無限。最後一樣想講嘅咧，就係嗰個本質上嘅分別。鬱金香其實係一種花嚟噶嘛，咁佢應該佢嘅價值就係佢嘅觀賞價值咯。咁當嗰個炒作爆破，嗰個熱潮衰退之後，咁佢最終嘅價值就會回歸翻去作為一種觀賞花嘅價值嗰度。嗰啲炒賣鬱金香嘅人，佢哋係利用鬱金香嚟增加佢嘅金錢，而唔係增加佢哋嘅鬱金香存貨量。因為應該唔會有人覺得鬱金香係一種金錢或者一種價值嘅儲存嚟噶嘛。咁但係比特幣係一個金錢嘅系統嚟噶嘛。雖然好多人都炒比特幣係為咗增加佢嘅 fiat，增加佢嘅美元、港元咁樣，但係亦都有越嚟越多人咧儲比特幣係因為比特幣就係佢哋嘅金錢咯。就好似小弟咁樣，因為我個人比較保守，而且唔係好識得投資，所以我覺得儲蓄先係對自己財富最大嘅保障。咁但係最低限度，你都見到越嚟越多人視佢為資產。或者已經有一啲大國視佢為戰略儲備。OK，咁今日嘅結論咧就係有炒作嘅嘢咧就唔代表係鬱金香泡沫。
所以我哋最緊要咧係睇翻嗰個事物嘅本質到底係啲乜嘢嚟嘅。今日嘅分享係咁多，希望大家可以幫手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歡迎留言理性討論，下次見，拜拜。